讲你做有经验的，都知影显的，就差不多是啥物所在，会晓显着清朝啊。我做完那边啊。啊，你大名有做着？哦，清朝是啥？这着清朝。哦，这着清朝，33岁着清朝啦。清朝。哦，啊，这位赵先生做着啥物大名？赵文祥。赵敏雄哦，好，啊，真好，感恩啊，爱主编的吼，爱讲这个做33岁的清朝啊。系啊，33、34拢是清朝。34拢清朝哈。嘿，安尼进已经第37岁了吼。啊，若是讲一岁到30档都吼较假哦，3、4、5、150档较假啊，清朝到即阵超过150档。啊，若像清光绪迄阵差不多100外档有啊。清光绪迄阵到即阵。像即世拢日本仔时代迄阵啊个。哦。对日本仔时代。35岁迄阵都拢日本仔时代。是啊，我也对。即世完了日本仔时代，日本仔头啦。哦。日本仔头迄阵啊。日本仔头迄阵。啊，日本仔头是1895清光绪21年，只要有战争后，光绪21年那马关条约就让台湾统一给日本。清朝的，哦，我也对。33、32我也对，感恩啊，谢谢。安尼，阮的祖先的这赵天子哦。即马要哪找着。